各位观众朋友平安，欢迎收看8月26公视台记台的暗新闻，我是柯碧君，咱做伙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洪台苏拉已经真做中度风台，目前在菲律宾东边的外海，下礼拜3、拜4会是影响台湾上明显的时阵。今仔日台湾周边发现32架次中国军机，8架次的中国军舰，正做半包围台湾状况。外界认为中国想要突破第一岛链。新北市新增发生40岁男性甲妈妈受冤家杀一个弟媳妈妈跋倒死亡的案件，目前警方以伤害致死罪嫌来侦办。桃园县关心第9号风台苏拉，今仔日透早已经真做中度风台，目前当咧菲律宾东北边的外海。气象局估计后礼拜2可能会发布海上风台警报，无排除会为台湾东南部来登陆。后礼拜3、拜4会是影响台湾上明显的时阵。农民将文旦采收落来，随之真紧增收。婚姻到了上出名的文旦，以前拢是伫27节气白露前后采收。今年因为有轮季，加上天气烧热，水气足，文旦提早成熟。有啊，农趁风台来进前，赶紧采收，以免先回去了。就是说台风要来嘛，就刚好是我们是比较幸运的，是说在台风来之前就采收起来，这样抢不到的时候就比较不利，这样采收比较困难一点。第9号风台苏拉来到真凶，日透早增强为中度风台，目前由伫菲律宾东北方的海面咧西。依照气象局落山方向预报，未来可能会为东南部登陆台湾，上紧后礼拜2都有可能发布海上风台警报，后礼拜3是东北部爱严防大雨。依照这个路径来看的话，最快可能在下周2就有机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至于在陆上台风警报的话，可能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还是取决于它未来的路径比较偏南、偏北，其实都有很大的变化。各国风台路线预报有缘有无共。有计后礼拜2了后才会较明朗。气象局讲，陆续警报敢是发布，也爱观察。确定的是，苏拉风台也在增强，风台眼渐渐清楚。有计后礼拜3是会是上挖进台湾的时阵，民众爱做好风台准备。记者综合报道。台东成功一只渔船金风1号，昨经过台东风里的外海时阵，油管破气失去动力，互大鹰抢到海沙堡靠搭。船长是紧急向台东区渔会寻求帮助，加在船顶5个人拢总无性命危险，但是因为风影伤大，一度是险险并船。下晡晚调了后，是出动救援渔船甲海巡人员活8个人，伫暗头5点外时阵登去复工渔港。这只渔船规只徛伫沙堡顶面，这只台东成功级的金凤1号，海鹰一直拍来，船大鹰拍来，船身一直海叮当。渔港赶紧用丝袜钩条咧，想要甲固定，也毋过风影实在伤大，丝袜根本钩袂牢，直接转去，船体也根要并去咯。无想到海鹰愈来愈大，这波大鹰互渔船规个是并一并，渔港赶紧跳船，离差点保护海鹰，因砍掉咧船长，这时阵赶紧爬出来，海巡人员看到了后，紧去甲伊救掉咧。有讲破失去动力较可惜嘛？系啊，有讲破较拍入来，鹰较大较拍入来。金凤1号25飞去太麻里外海作业，日头透早要转来复工渔港时，伫风里外海失去动力，直接互大鹰冲到沙堡靠搭。透早4点外，台东区渔会接到救的电话，相关人员赶紧出动来救人。船顶5个人，其中有3个外籍渔工，有1个人弄到物件受伤，加在是无性命危险。啊，刚才人到安那？人今仔一个外路受伤，先送去病院。因现场浪况过大，后续怪手实施第2次尝试拖带，仍无法脱离。渔夫军作业的其他的船只原本是要换军协助拖船来救援，也过风影伤大无多。下晡3点外，侪只支援的渔船到位，海巡人员骑水上奥多摆换粗丝啊，互救援的船只会使对海上改倒拖，加上伫岸边的怪手，甲海沙挖开，将近900人合力协助，金凤1号顺利伫暗头5点外脱离沙堡，拖往复工渔港去修理。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新增发生死亡案件，一个姓黄的40岁男性，昨早时感觉伊妈妈因为买早顿烧冤家，就杀伊妈妈，结果跋倒头去弄到玻璃门。男主角是无代志，就出门去，落尾伊妈妈是暗头的时阵是不爽快，送病院也是死亡。
案件目前正在调查，目前警方是以伤害致死罪嫌来侦办。救护人员甲探家杀来巷仔内底，因为接到通报讲，互人身体无爽快，甲人赶紧送病院，也是不治死亡。就连警方也到现场以刑案来侦办。现场封锁线扭起来，这个死亡案件发生伫新北市新庄。警方调查40岁姓黄的大汉后生，25早起9点外，甲老母冤家，无细力甲伊杀一个。结果老母徛无在，头壳弄到玻璃门。伊甲人扶来休困了后，这个后生就出去外口。伊到下晡5点外，细汉后生转来，看到老母伫个病床顶哀叫，赶紧叫救护车。然过送医的中途就失去喘气甲心跳。不符合资格去安置啦，然后靠家人在照顾，真的是一个压力啦。去看到的是，真的受伤蛮严重的。应该他本来就有生病了吧？他救护车来载好几次了，把他儿子很好呢，儿子对他很好呢。不可能啊，他孩子很乖啊。死者几年前北中风行动有一寡无方便，拢有囡仔伫照顾。相关单位因捌接到家暴的通报，也毋是高风险的列管。不过这摆冤家查某人讲要替老母买早顿，问伊想要食什么，伊讲无想要食，有时则一时的情绪激动。警消到场后发现曾姓妇人左眼有红肿，双脚有擦伤，并陷入昏迷，立即将妇人送往亚东医院救治。人于当日晚间18时58分许，经医院宣告死亡，依伤害致死罪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虽然这个姓詹的妇人详细死因有待详验，不过警方也甲专案依照伤害致死罪嫌来侦办。记者综合报道。罗西亚瓦格纳用品集团的领袖普里戈金传出因为无人机失事死亡，国际社会质疑这是总统普廷计划的。罗西亚自我对外否认这个消息。另外，根据英国、美国的情报，其实目前也无法度确定普里戈金真正已经死亡。俄罗斯圣彼得堡25出现怀念瓦格纳佣兵团领袖普里戈金的民众现场请花悼念这位被看作是俄罗斯英雄的人物。俄国民航局指出，23发生伫莫斯科附近的飞机失事意外，机顶10个人全数罹难。而普里戈金甲上重要助手瓦格纳共同创办人乌特金拢伫社客名单中。不过，英美的情报都显示，即阵也无确切的证据证实普里戈金已经死亡。Our intelligence suggests that Prigozhin was most likely on the plane. We don't know whether he was physically on the aircraft or not. He certainly knows now that Putin is intent to kill him. And so he will be careful whether or not he was on that plane. We cannot trust anything that the Russians release as fact. They will put out whatever they want to put out, regardless of whatever it is that they find on the ground, who the bodies are, what the black box says. 国际社会一直传出是普廷策划这个暗杀普里戈金，保护伊伫6月对莫斯科发起军事叛变的行动。也有传言讲，这对击事件是普里戈金自导自演，互家己会使专心离退。克里姆林宫第25经由发言人对外否认甲对击事件有所关联，并且批评西方国家的猜测拢是白猜。成功调解兵变计划被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25讲，北京告普里戈金爱小心家己的安全。甲普廷友好的卢卡申科也讲，相信普廷甲这个飞机失事是无关系。前美国驻北约大使沃尔克是分析，瓦格纳佣兵集团确定已经真侪历史，俄国会成立新的佣兵团，以便直接来管理。俄国已经找到失事飞机的乌阿爸，也展开10具遗体的 DNA 检测。公视新闻张淑芬编译。西班牙警方25宣布破案史上上大件的毒品 cocaine 走私案件。警方甲海关人员伫咧南部的港口查到一个载金蕉的货柜，内底有9.5公吨的 cocaine。相关单位已经判欧洲特定的几个港口可能已经加做走私毒品的转运站，加做犯罪集团新的走私方法。西班牙南部阿尔赫西拉斯港的缉毒人员无用咧拆抓箱仔，原本应该是台湾金蕉的箱仔，下面藏几啊层底有具可见装的鸭肉。西班牙警方甲海关人员23伫一只厄瓜多金蕉货轮破获总计1080盒的毒品装，当中约9.5吨，是西班牙史上上大件的毒品走私案。
西班牙毒品组织犯罪官员指出，这只为厄瓜多出发的货轮原定前往葡萄牙，停靠西班牙时轰炸落来，为查获的毒品量来研判。欧洲特定港口已经加做走私的固定中继站，无欧洲来自巴尔干半岛有无甲欧洲犯罪组织直接。No podemos dar muchos detalles porque la operación sigue abierta. Como ha comentado Vigilancia Aduanera, se trata de una organización internacional relacionada con el cártel de los Balcanes. 拄好是2018年七道单位也伫同一个港口破获达到8.4吨的古柯碱，也以金蕉货柜作为暗号。即摆破获的古柯碱种包装顶面印有无共欧洲犯罪集团的商标。七道单位指出，这已经加做新形态的走私路线。Podéis ver es que hay más de 33 logos diferentes de los paquetes de cocaína, lo que supone que lógicamente había varias organizaciones que invierten en la misma operación y que lógicamente también en Europa hay distintos destinatarios, grupos que lo que hacen es 最近几年，厄瓜多加做南美洲毒品走私的网络中枢，有哥伦比亞甲秘魯的會員，佮加伫太平洋地區的6個港口布線。厄瓜多國內的犯罪率也因為毒品事業猖狂來升懸，即馬出現歐洲甲北非的犯罪組織和各國的緝毒單位真頭痛。公視新聞張淑芬編譯。民進黨總統參選人賴清德早時是到台中的大雅，講到台灣面對外國的威脅，應該愛團結。因那國民黨參選人侯友宜是到嘉義梅山，強調反台獨、反一國兩制的立場。落尾，民進黨的參選人郭文哲早時是到嘉義參加後援會的活動，參支持者開講。不算聲無停，民進黨總統參選人賴清德透早來到台中大雅，今日市場一直愛手小酒門，sau落來進入永興宮參拜。伊致辭時表示，若順利當選總統，第一關心基層民眾，第二打擊黑金毒品甲詐騙，佮較會守護好台灣的主權。這場的選舉上重要的，就是守護台灣的主權。因為有主權、有所有權，咱才有法度人自主決定家己的生活方式。當選者一直響的，也閣有嘉義梅山的玉溪宮外口，國民黨參選人侯友宜下晝來參拜。訪問到鴻海創辦人郭台銘也來等伊的電話，伊表示會有上好的安排，強調全面的基台絕對需要在野大團結，伊會堅定腳步，佮一處講出家己的兩岸政策。我的兩岸政策足清楚的。反台獨、反一國兩制，按照中華民國憲法、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來做代志。民眾黨參選人郭文哲來到嘉義參加選地自由會成立，有民眾問基本工資提懸，也會連帶提懸生活消費，愛安怎應用呢？幾年前1000塊可能可以一個禮拜，但現在大概2、3天1000塊就不見了。其實通貨膨脹不是問題，高房價也不是問題，是你薪資漲得不夠快。下晝郭文哲到台中，訪問到甲國黨嘉義市有進展，伊表示無着急。面對藍白河，敢有機會？伊回應最後決定的是人民。記者綜合報道。海巡署查到台中甲雲林的樹分工廠，發現10公噸的薰草甲各種的雞絲頭啊，計算價值超過2000多萬。海巡署表示，樹分工廠衛生條件歹，產品也無法度保證安全，搞影響民眾的健康，已經函送雲林地檢署甲台中市財政局裁處。海巡人員衝入廠房內底，全攏是做薰的工區。海巡署前防分署台中查緝隊這個月中旬接到證據，有不少業者以做肥料用途的名義，合法進口歹品質的薰葉，佇台中甲雲林設立樹薰工廠，當場查獲10棟薰絲，大約當造成526000包的薰，市值2000多萬。在雲林縣東勢鄉及台中市豐原區查獲試驗工廠及本國籍嫌犯3名。越南籍脫逃移工1名，與下腳料醃絲玉10公噸，檢驗成品3箱，鋁箔包材、香料、酒精及制煙機具1批。海巡署另外也查獲樹薰工廠裁切光薰包裝包布相關制定儀器，全部陳列佇禮堂。行政院副院長陳文燦甲海洋委員會主委關碧玲，日前親自出席破案記者會，宣示政府打擊樹薰的決心。那我們在去年到今年已經查獲了10個試驗工廠，那實踐加起來有大概335萬包，單菸品健康捐就逃漏了大概2億元。那所以我今天特別來鼓勵
我们的海巡团队，经常很难被看得到，但是今天终于可以呈现在人们的面前。海巡署表示，疏分生产环境，真歹垃圾，歹品质分析，较会担心。分品内容物质也不明，影响民众健康真大。专案以违反分酒管理法，函送婚姻地检署甲台中市财政局裁处。记者综合报道。国中国校啊，后礼拜三就要开学。今年专任教师大欠，未少代理教师因为安尼考到正式的教师，直到变做因原本店的学校代理教师无够格。以台北市为例，目前有70间学校等咧招代理教师。教育局讲，若是开学了后，要是有欠代理教师，会由校内老师会敲重点，也就是加班加课来应用。全国中小学8月30就要开学，幼园有真侪学校咧找代理老师。来到教育部全国高级中等以下学校教师选聘网，有968个公告，设定国小甲伫咧台北市工课有82笔，哇，70间学校咧找代理老师。第2轮的第5招了，我们现在每天都在招啊，就是今天没有人来报名，就继续招啊，招到开学为止啊。市中心到山区的学校拢咧欠代理老师。台北市和平实验国小因为学制无同，25已经开学。校长讲，前3天总算找到6年级导师的代理老师。我们到第7招才考进来，6月底就开始在找老师了，透过各种的人脉啊、关系啊，然后去敲门啊、去求啊。台北市教育局表示，今年代理老师欠真多，主因是教育部要求各县市代理老师的比率袂使超过8%。各县市有真多专任老师的课，台北市较早来办理教师遴选，有考到报到的老师了后，是录取故乡的学校，选择转去。如果真的到开学前还是找不到，学校应该会让校内原有的老师，就是先做超钟点。譬如说，他每周19节课，可能要多上个2节。台北市教育局强调，若是找无代理老师，一定是予学校原本的老师来敲重点，未出现无老师上课的状况。已经提醒学校做好课务调整准备。记者综合报道。今年是前空军第34中队乌叶堡中队成立72周年。现在是新竹的乌叶堡中队文物馆，就是因过去的营区。最近来自全台各地的队员是登来这个所在，做伙纪念一寡过去的基地。看到过去的相片，迄蝙蝠成员心肝内拢是满满的回忆。高着炮，就滴滴答答，就像那个烟火一样，这个是放烟火一样，哗，看得非常的可怕。还好我们飞机上装了好几十颗子弹，没有中到油箱。要中到油箱的话，就完了。我们这个任务夜间出动，就像蝙蝠一样，我们上飞机天都打下来，什么符号都不能带。迄蝙蝠中队过去主要负责对中国大陆地区空投、侦察等等重要任务。在民国41年到61年期间，总共牺牲100多名的成员。3师队当年他们损失了18架180几个人，就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国家责任荣誉啊！后来黑猫也是延续这个，都是国家责任荣誉去做任务。你一定要去，但是你会不会回来？不知道。今年是黑蝙蝠中队成立72周年，来自台湾各地黑蝙蝠队员拢登来到新竹，这会庆祝这个特别的日子。有这些的前辈们在，所以让我们能够享有这个安和乐利的稳定的国家跟生活，甚至于我们国军可以更强大，我们可以更能够在我们的战备还有我们的任务上面更能够持续的精进，这都是有赖于前辈们的努力跟建设。黑蝙蝠中队过去所使用的营区，目前已经变成黑蝙蝠中队文物馆，内底展出成员所使用过的珍贵文物，以及黑蝙蝠中队过去的历史，让大家更加了解因过去的牺牲奉献。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
食到尾90岁的出名歌戏艺师洪明雪老师，2018年获新北市政府登录做传统艺术保存者。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去年为伊出一本有声册，记录伊甲小妹洪明秀姊妹仔的歌戏故事。今日团结中心特别邀请洪明雪老师来甲大家分享伊的歌戏经验，咱做伙来看卖。因为我已经老啊。 我搁几个月啊，就90岁啊！早伫我这来退啊休哦。歌戏艺师洪明雪灵感一来，就随表演一段，展现累积一世人的歌戏功夫。除了唱给观众听，洪明雪也分享以前科技也无发达的时阵，戏班安怎展现火烧红莲池的场面。那头前就是布的，要甲放火烧。啊，即摆吼，阮内面的布景就是一边哦，拢用盐片的。是。啊，盐片就是用咱的面啊洗咧。哦。啊，再用咱的乌豆仔迄落油啊，用甲高咧。啊，再用迄落咱的点芒啊粉迄啊，用迄甲武器，啊火就拢规个倒起来。 洪明雪是台湾出名歌戏演员，为细汉就开始学戏。2018年，新北市文化局登录做歌戏保存者。去年底，国立传统艺术中心也为伊甲小妹洪明秀出版有声册。团结中心表示，现在是因在咧进行传统艺术保存计划。 会保存这个传统艺术的记忆，还有人的记忆，因此我们有个口述历史。那么到目前为止，已经有85位的艺师呢，已经加入我们的口述历史的行列。团结中心表示，这个计划已经有85个艺师，有来自歌戏、布袋戏、传统音乐、阵头等系。现在是也当咧启动所谓保存计划，计划用360度影像记录的方式，把每个艺术的技术拢保存落来。记者阮张随台北报道。明仔日天气好也歹，咱来看各地头的详细资料。北部地区26度到34度。 中部地区25度到34度，南部地区25度到34度，东部地区25度到32度，高岛地区26度到33度。 感谢你收看今日的《公视台记台》AM 新闻，我是郭伯君。稍等来插继续收看《青春咱的梦》，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